自2025年7月18日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陪做礼。圣经咱做伙来听读《撒母耳记上卷》第6章第1节到21节。现代台语版圣经《撒母耳记上卷》第6章。上主的约柜停留伫非利士人的地7个日久。非利士人叫遐个祭司甲卜怪来问上主的约柜，阮着安怎处理？请指点阮要安怎送伊倒去原来的所在。因讲：恁若要送以色列上帝的约柜倒去，毋通互伊空手去，一定着带陪做的礼物。恁的病才会得到医好，恁才会知是安怎上帝继续在刑罚恁。非利士人问：阮着用甚物做陪做的礼物？祭司甲卜怪应讲：照非利士首领的数目，恁着做5粒金豆葱，5只金鸟鼠，因为恁的首领拢受着同款的灾祸。恁着做豆葱的模型，甲毁坏恁的土地的鸟鼠的模型，搁着将荣光归乎以色列的上帝，无定着伊对恁的神明、恁的土地画手下留情。恁是安怎要亲像埃及人甲埃及王遐尼硬心？上帝敢毋是严严对付因？因才放以色列人离开。现在恁着准备一台新的车，2只还在饲恁毋捌挂担的牛母，将牛母套伫车，甲牛仔囝牵倒去牛巢，搁将上主的约柜下伫车顶，甲你所做陪做的金器放伫约柜边的箱仔内送去。恁着注意看，迄台车若对交界的路上到别是别，就知讲即个大灾祸，互咱的实在是上主。车若毋是往迄个方向去，就知拍咱的毋是伊，是咱偶然拄到的。非利士人就照安尼做，因将2只还在饲恁的牛母套伫迄台车，甲牛仔囝关伫牛巢，搁甲上主的约柜以及放金鸟鼠、金豆葱的模型的箱仔拢下伫车顶。牛母往别是别的大路直直行落去，哪行哪吼，无偏左右。非利士人的首领缀伫后面，一直到别是别的边界。迄时，别是别人伫山谷底收割麦仔，因举头一个看，看到约柜就非常欢喜。车到别是别人约书亚的园，就停地，伫遐有一块大石，因破迄台车的柴，甲迄2只牛母做烧烤祭献互上主。利未人将上主的约柜甲边仔堆金器的箱仔摕落来，下伫迄块大石的顶面。别是别人伫迄日献烧烤祭甲别款的祭互上主。非利士人5个首领拢有看到，就伫上迄日倒去以吉伦。非利士人带5个金豆葱做陪做祭献互上主，一个为着亚实突城，一个为着加萨城，一个为着亚实基伦城，一个为着加德城，一个为着以吉伦城。金鸟鼠的数目照非利士5个首领所管设防的城，甲无设防的庄舍来定，因下上主的约柜
迄块大石，到今仔日还伫逼示密人约书亚的园里做证据。上主拍死70个逼示密人，因为因偷看约柜的内面，人民大哀哭，因为上主拍死遐侪人。逼示密人讲，啥人会当服侍上主这位至圣的上帝？咱要甲约柜送去倒位？因就找人去见基列亚林人，讲费斯人有将上主的约柜送倒来，请恁来甲伊接去恁遐。赔罪礼。有一摆，和厝里的人去餐厅食饭，转去厝了后，全家伙仔的身躯拢出现无拄好，所以赶紧敲电话予餐厅，告知用餐以后的身体反应。餐厅主管接到电话无偌久，就来到阮厝里探望，搁带赔罪礼来表达歉意。对阮伫因的餐厅用餐了后，身躯无爽快的问题深感抱歉。类似安尼的情况，伫社会新闻中有时阵会当看到。伫人际关系互动中，拄到无小心伤害，也是得罪别人的情况，有时阵当事者会借着赔罪礼，试图弥补过错来挽回关系，也是表达心中的歉意。若是赔罪礼是毋是会受接纳，也未往往爱看另外一位当事人的心情。有人感觉对方无诚意，就伫网络爆料，也是互商家负面的评分。有人感觉对方有心表达歉意就好，并袂伤看意。费斯人因为抢夺以色列人的约柜，造成全城不宁，陷入毒疮瘟疫的危机。因就将约柜亲像底踢骹球的款式，顶踢互其他城镇去神。无想讲，却造成各地严重的灾难。费斯人请示祭司甲占卜的术士，安怎处置约柜？得到的回复是，必须归还约柜，搁加上赔罪礼。所以，因用5个黄金铸造的窗帘模型，和5只黄金铸造的鸟鼠做赔罪礼。费斯的祭司和术士伫回答中巧妙指出一件代志：准备这个赔罪礼，是毋是就会当得到以色列的上帝接纳，甲刑罚收回去？答案是无一定的。另外，为了验证费斯人遭遇的各项灾害是毋是出自以色列的上帝，祭司和术士只是因必须准备一台新车和2只袂捌背担的牛马来执行运送的任务，搁刻意甲食年中的牛仔囝赶转去牛巢。为什么要安尼做？因为当牛仔囝被生落来了后，伫真短的时间就会甲牛母建立依附关系的感情。一旦牛母和牛仔囝受逼分开，牛母通常会袂禁得叫，四界找牛仔囝。牛仔囝相款也会发出叫声超找牛母。因为安尼，因希望透过动物的这种本能反应来做测试。假使牛母无受牛仔囝的叫声影响，牛车照着指定的方向行向前，就通证明生毒疮是以色列的上帝所降的灾厄。假使牛母无按照指定的方向，所发生的灾害就
纯属巧合，因毋免在意。5个黄金窗粒仔和5只黄金鸟鼠仔模型的陪做礼，伫历史记录表示菲利斯人捌犯下的错误，但是面对施行惩罚的上帝，因的内心其实是充满恐慌甲惊惶，较毋是敬畏。当咱进一步检视菲利斯人主动送上陪做礼的做法，表面上好像礼中诚意足，向以色列的上帝承认错误，总是因的行为是毋是真正心存悔意，为所犯的罪诚心悔改，还是只想要尽快逃离灾难的权宜之计甲手段呢？默想，当我知影家己得罪上帝的时阵，我会采取甚物行动？当我知影家己得罪上帝的时阵，我会采取甚物行动？咱来祈祷，施行公义的上主，你按照你的真理施行判断，求你互我察觉家己得罪你的所在，搁真心认罪悔改，通好互我会当完全受你接纳，搁得到赦免。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愿上帝赐福你身心灵拢永行平安。